贴上这个胜利的这个选举公报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支持我们的一选区林维洲来当选，同时我们也要让我们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当选。我们的政党票，国民党也要一起拜托大家。那我们林思明议员，他也做了4届的这个议员，5届的议员。那在我们竹东地区，他的服务非常热忱，很得到我们乡亲的这个支持。而且他是法律系毕业的，立法院立法委员，如果读法律系的，那是在我们新竹县来讲，他进去，他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政府的很多法案的审查。总统投给我们韩国瑜，好不好？好。立委投给第1选区我们的林维洲委员，第2选区就是我们林世明议员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对中国大陆的政策也一样，中共代理人的政策是可以大家来讨论，要如何保护台商，也保护台湾的主权。但是呢，再一次的看到执政党妖魔化对手，道德化自己，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。好，我先跟各位记者媒体先。